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月初9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到明仔透早天气要是冷叽叽，温度会伫咧10度以下。后礼拜又搁有冷空气的来，天气会变湿湿冷冷。真理大学洪博出无张池，甲台湾武学资料馆关起来，搁换锁头。地事监管长张良德无法度入去，文学界是替伊抱不平。12年国教科工大会今日开会确定，未来各种1年和2年爱将本土语言列作必修，拍算111学年实施。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天气。宜兰太平山小山3天拢落雪，路面也拢结冰。园区就公告，对今日中昼拢禁止车搁再入去。中央气象局也针对全台湾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提醒乡亲今日到明仔透早，天气要是会冷加转骨，温度会伫咧10度以下。啊，那后礼拜一又搁会有冷空气会来，天气会变加湿湿冷冷。拜一暗到拜二的透早，北台湾的温度拢会伫咧10度以下。寒流大发威，中部以北的悬山拢落雪，桃园拉拉山对初八透早就落雪，吸引真侪游客上山来赏雪。伫初九早起，中巴陵800公尺以上雪开始扬起啊！古木区路面结冰，停车场管制车辆，游客只能用行入去。第一次看到正在下的雪，之前就是只有那种残雪。年2574公尺的台中福寿山农场露营区，初九透早大约4、5点也开始落雪，有不少游客来露营3天，终于等到雪了。我们有一组客人来露营3天，为了等雪哦，今天早上终于等到啊。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连续落3天的雪，初九透早的温度是零下6度，园区内底积雪上深超过15公分，出现真侪要来看雪车辆。园区已经公告，初九中昼12点开始禁止车辆继续入园。离台东的南环向阳派出所早起的气温接近0度，也落雨雪。若是水汽有够，气温继续下降，有机会落雪。现在开始下冰线。离阳明山巴拉卡公路到李子坪停车场沿线路面已经无结冰的情形。初九早起解除阳金公路到巴拉卡公路口管制点，阳明山恢复正常的通行。中央气象局表示，初九到初10透早受到寒流的影响，各地拢出现10度以下低温，甚至连台湾上南部屏东拢发布寒冷的黄色的灯号。另外一波的寒流有加拜报道，中部以北气温会降真多。辐射冷却的效应的话，在周2的清晨还有周3的清晨，预计在台南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再度出现6到9度左右的低温。气象局表示，下礼拜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三，虽然无一波遮强，不过也是不哩冷。另外一波的冷空气，专家有估会直接七到位，强度上悬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记者自红下报道。因那这波寒流，影响全台湾拢感觉冷叽叽。邦桥今日讲有一个街友伫咧第2运动场的便所内底全寒死。中华甲南投也稍稍传出有民众汹汹过往的消息。花莲是有一口罩伫咧要去合欢山看雪的路的，发生讲有一个3岁幼囡仔全直直吐袂离，救护车是赶紧去上山甲解救。警察车、救护车陆续到位，赶紧跟着担架床来到便所救人，因为团主人倒伫内底，已经无喘气甲心跳，警方也赶紧甲封锁线救起来，不要人入去。门甲拍门拢无人开啦，我举推去甲拍开，啊，就是已经过身去啊，安尼尔。工作人员讲，这姓李的流浪汉平常时困伫咧操场、树林台，因为最近伫咧修理，加上天气寒落雨，走去便所困。初九早起确实发现已经死伫咧邦桥第2运动场。另外，伫咧台中也传出一个4路的流浪汉死伫咧北屯的丰田公园内底。为了这个低温的这个清洗，所以说我们也结合了16家的合作旅馆，还有开放在万里区有一个街友外展的那个重建中心，有足够的床位数来过营运。新北市社会局除了提供食的物件，也有3块以外，伫外口流浪汉无需要另外付钱，就使住伫旅馆也是安置所。而台北市社会局初7到12是开设避寒所，予流浪汉来使用。而全台冷叽叽，各地也传出民众汹汹死亡的案件，敢若是初九早起，中华就增加3个人，南投2个人。根据统计，心血管疾病汹汹死亡到即阵已经有105件。另外，低温也互悬山落雪，真侪游客因此上山去看雪。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跟着厝内底人去合欢山赏雪，中途出现吐食无爽快症状。
那情况不佳我们才把它用那个救护车接送到山下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警方讲，雪柜群雾，一平到即阵，花莲管辖的合欢山区已经发生3件高山前救护群雾。登山专家也提醒，雪地零下气温，除了身体冷叽叽以外，严重可能会失温。看戏唔能爱装备齐全，防寒冷的衫裤嘛是拢爱穿好潮。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关心疫情。国内今日新增加3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因分别是对印尼和菲律宾入境的。其中2个菲律宾籍的移工，头摆检测拢是阴性，一直到自主管理期满，第2摆采检才确诊。疫情指挥中心讲，照规定，即阵会用血清抗体来做检测，看到底这2个人敢是伫咧境外去挖到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国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案例827印尼籍30多岁男性移工，去年12月23来台湾入境了后，第4检疫，到即阵拢无症状。伫检疫期满了后，1月7日进行自费采检，第1月7号确诊。另外2名菲律宾籍移工入境甲出关采检拢是阴性。自主健康管理期满了后，分别在今年1月7、7甲7、8来进行自费采检了后确诊。而这2个人依照规定采血清抗体检测来检查是不是属有早期的感染。我们每一个住到医院的确定病例做 PCR 采检跟验血清抗体，来确认他应该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感染。第6个县市防疫旅馆60团出拢订满，指挥中心赶紧搁再找到1500间的集中检疫所房间。伫7、8暗时开放登记，到7到12点为止，已经有685人登入付款成功。占的比率是46%，要54%的床位会使互民众来预订。强调回国民众一定有房间通住。而得到大商讲，集中检疫所房间真简单，无好势，敢若像家乐。伊强调虽然毋是旅游的饭店等级，不过全台各地检疫所拢落实一人一间独立的疫情啊。是毋是最近气温下降较寒，也会使协助隔离者去住伫天气较好的南部的集中检疫所。我想我们的设备都 OK 的，基本生活所需都有，应该是没有所谓的说好像一房难求这样子。如果它真的很冷，我们就依这样的规格送它到比较南边一点，中部或南部。而最近传出讲，美国可能已经出现本土的美国变种的病毒，而且传染力悬出50%。曾理强强调，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已经出面否认，美国并无发现亲像英国变种的病毒，也是南非变种的病毒。这阵暂时只是一个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教育的议题，教育部今日召开12年国教课纲大会，继续讨论国中开本土语言课的职案。在会期中正式决定，本土语言在国中1年和2年拢列做是必修课，国3拍算是改做选修，在111学年就会实施。即阵国小本土语言的必修课，国中和高中是选修。不过2019年国家语言法通过以后，国民教育必须爱将本土语言列入去做必修课。不过各方的意见是拢无共款。去年11月854的课程审理委员请示，教育部在今仔日的会议是表决通过，7年和8年的学生爱将闽南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和台湾手语拢爱变做是必修课，9年是选修。打算对111学年开始实施，高中的部分会搁再来研究。再来，咱来看这2天长期驻心伫咧斗整理在台湾文学资料的张良德教授伊的消息。1997年，张老师和真理大学做伙成立全台湾头一个台湾文学系，也搁有台湾文学资料馆。不过，因为真理大学拍算要将一寡资料刷去淡水校区，去年底转无张无钱，甲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关起来，更换锁头，张老师全无法度入去，真是文学界拢替伊抱不平。已经过身文学家张兆正后生张延伟伫面册铺文第一句就直接写着野蛮2字，批评的是真理大学学校。去年底离岛部有警将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换锁封馆后，当年伫台文馆内做研究，甲真理共同创立台文系参台文馆的张良德教授袂当入去，消息一出，也互作家甲教授为张良德抱不平。多人相信张老师
所以愿意把文物捐给他。你签效也可以啊，那你要清点，你应该要让张良者出来一起清点，不是吗？我觉得那他们讲的话完全不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态度。张老师是我们的重要资产，然后张老师在这段时间，他对于台湾文学系的贡献非常的卓越，非常的大。像这些手稿，很多部分都是由他邀请这些相关人士过来的啦，才邀请有这些手稿的。中流的教授拜六上班演讲，有记者以亲自说明状况。学校采购下道先回应表示，皇冠市为要将部分台湾文学相关资料刷到淡水校区。中流的教授已经退休真侪年，无算学校职员，是体谅伊对研究甲传承台湾文学的热心甲拍拼，也予伊继续使用台文馆做学术研究。我们需要好好把这些珍贵的馆藏呢，能够做一些比较妥当的应用，我会赶快找张良者先生，找钟兆政的儿子，甚至呢找当初成立的我们叶前校长来好好沟通。台文馆封馆事件引起真侪作家文人反弹，文化部也出面做公亲，呼吁双方会当秉持过往共同创立台文系甲台文馆的争议，和平妥善处理这件代志。文化部将继续关注，并且提供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民主党即卖已经顺利甲白宫甲参众两院拢摕落来，完全执政。不过，真毋若有民主党议员准备弹劾 Trump， 针对迄寡佩洛西连任众议院议长了后优先通过的案件，未来共和党也拢无机会提案来修法。但即卖伫咧网络顶打压挺 Trump 的人，抑搁伫咧争。尽管有看到人翕到画面显示，美东时间1月7日迄天，民众在进入国会山总管制区，敢若像有警卫主动放人入去，无专业是群众移走入去。也有目击者指出，有真侪安提法也是 BLM 这团体成员南伫川普的支持者内底制造警民的冲突，最终达到破坏艺术进行目的。不过，面册甲推特依然配合民主党伫年的指责，认为是川普主动煽动支持者来制造衝突，所以講先決定永久禁止川普的戶頭甲活動。就算這段川普安慰支持者按平安登去厝的影片，也遭到煽動的命運。I know how you feel, but go home and go home in peace. 由川普戶頭祭拜遭到停權，為了維持甲支持者互動，川普轉移陣地到其他社群網站，親像號稱無做任何言論審查的帕勒，也吸引袂少支持者加入。不過，這是引起下載變大注意。谷歌馬上甲帕勒應用程式退落來，而蘋果也強調，若是帕勒無愛得咧做言論的審查，會對 Apple Store 永遠來消失。另外，佩洛西連任眾議院長成功了後，首先通過2項重要提案，除了規定議員發言時唔准講到父母、子女、生死小者，即有性別差異的名詞以外，另外一項議事規則的修正，就是在議案通過前的最後階段，議長會用直接附表決，和共和黨就算有48%的席次，也完全無到提案修正預算，也有法案的內容。記者綜合報道。地方放上頭來講，去年年底禽流感佇咧歐洲和亞洲開始佇咧傳，日本和韓國有袂少雞甲鴨，因為防驗出有 H5N8這種高病原的病毒，全攏去防汰掉。最近講這病毒佇咧印度開始佇咧傳，台灣這陣也佇咧過冬照的白下物內底發現這種高病原的病毒，防驗局唔敢大意，是趕緊請養殖業者做好防護。防疫人員穿着防護衫，沿着布花扣死亡的斑頭雁、小水鴨等大鳥仔，離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省，頂一天就發現大約1800隻大鳥仔死亡，懷疑是感染禽流感病毒。相隔2天，南部的克拉拉邦嘛出現飼鴨場大量死亡，確認感染 H5N8 病毒。अभी सबसे ज़्यादा केरल के अंदर 25,000 बत्तख मरे हैं。短短幾天，印度4邦發生疫情，雖然當局呼籲民眾唔通驚嚇，病毒袂輕傳人，但家禽業依然受到衝擊，消費者唔敢食雞肉，需求量落3成。जब कहीं पे कोई भी मामला होता है तो दिक्कतें तो पैदा होती हैं, अब सेल ही भी डाउन हो जाती है, फार्मर इसमें चौपट हो जाता है बिल्कुल, जो उसके पास स्टॉक तैयार होता है उसका रेट इतना डाउन हो जाता है।
H5N8 属于高病原病毒，早就对着杜鸟探到欧亚的国家。去年底日韩爆发疫情，南韩更加扑杀家禽1490万只。台湾伫去年12月30號先伫家己甌舊濕地身上檢出 H5 高病原的病毒，配合又閣確認高雄家庭的濕地今年第一屆伫杜鳥的排泄物檢出 H5N8，病毒株甲日本、歐洲相像的程度有99%。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病毒已经从候鸟的身上已经带到我们台湾。日本、韩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其实这个疫情今年是蛮严重，在国内的两栖业者一定要很小心。防检局指出 ，H5N8 捌伫2015年伫鹅身上爆发感染，大量死亡。迄时阵市面上一度买袂到鹅肉，产业第一时间无法度恢复，所以面对着 H5N8 佮对着杜鸟入侵台湾，防检局呼吁业者爱提高警觉，做好防护、勤消毒。室外养殖场若无设好防鸟的网仔，会请地方政府来处罚。记者林丹昌为综合报道。为着要真正落实粪扫减量的这个愿望，现此时全云林县计共有186间的国中甲小学讲这粪无要搁再送去互外口的回收厂来处理，全部要由学校透过生态方法家己来处理，或者粪会使回归大自然。学校来看地，看到真侪盆栽，搁规划菜园饲鸡顶区域，要就生厨余利用无共方法就地处理，搁搭配着学校适当环境教育，学生体验农园的生活。休息时，买单食到家己栽种的蔬菜和水果。有学到原来我们当垃圾的东西可是给这些树木植物却是一个很好的营养。把循环经济的概念，把循环农业的概念，把它放进来。那因此，我们今年特别把生厨余这个区块特别把它提出来，当成我一个重点。云林县等待气化粪扫总量累计超过10万公吨，为了要落实粪扫减量，现在将第一项推动青的都市无外运，想服务人数够少，分享经验，希望先降低校园的粪扫量。我们是所有的国中小，目前有186所。我们很多学校其实他们都有示范已经开始在操作。那把这个操作的经验就推广到各校去那现在全县所有学校所有的生厨余都不外运。教育处表示，对是当回归环境的资源，以对培的方式，有效将都余转成有机质材料，透过学生操作过程，了解资源循环利用，传达落实粪扫减量的观念。记者向为您报道。蚵仔甲番薯是红头树当地正主要的传统食食，干到蚵仔就有10多个品种。红头树完全独学的餐饮科，前一阵仔是办小糕点，来看这学生囡仔煮食的功夫。学生囡仔专注认真用心料理，今仔日的课是无国界料理，亲像番薯、蚵仔、腊肉，但是要用西方的煮食方式，将料理做出无同的变化。里面有洋葱末，然后蒜头末，然后里面会有虾子，还有我们兰屿的在地食材腊肉，还有香菜。你要放奶油爆香所有材料，就是有咖喱，然后辣辣的，很开胃。学生为菜单设计开始，独立完成一出料理。学校一年一摆的新糕点，今年特别安排高中部学生设计教学内容来教各中部学生。对国中生来讲，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相对他们可以有比较深度的去对于这个学习项目的了解。那对高中生来讲的话，他今天要把他所学到的东西交给学弟妹，其实他们自己会紧张的。他们势必之前要确保他们自己这个项目是了解的，然后是要很懂，他才有办法再去交给学弟妹。锅贴有2种包法，一个是旁边不要粘，还有一个是全部粘起来，懂意思？我发觉我们的孩子对课堂课，他静态课程他们比较坐不住了，但是动态实际上动手做的课程他们会很热衷就是很多事情这些代志我感觉是做中学。学生伫学校学功夫，嘛爱有所在发挥。
这部分兰树高中校长林文乾是真有信心。我的囡仔通常到了寒暑假，他们就回到各个民宿去做打工，那也会把咱的好好说应用在民宿里面，就等于是一个职场了哈。所以我们在学用方面、学以致用方面，以参与学程这一块，我感觉是衔接得很好。透过职业探索，让高中生了解家己的兴趣，嘛透过实习的过程，让高中部学生体验产业的实际状况。校方表示，过去会认为留伫兰书读册拢是成绩表现需要加强的囡仔，但是即阵已经无同路。这学生囡仔用学习态度加成果展现，证明家己的价值。记者杨淑成曾培本台东报道。明仔载天气，咱也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6度，上悬15度；中部温度上低8度，上悬18度；南部温度上低10度，上悬20度；东部温度上低9度，上悬18度。金门、平阳、马祖6度到15度。感谢乡亲的收看，咱再会。